应该就是你。可我不认识您。你是月公主，是那颗霸星。老伯，我没见过您。在下堂妹，襄城守将唐遂是在下的堂弟。16年前你还未出世，老夫就知道你了。你在说什么？当年老夫夜观天象，发现霸星出世，4府变，6甲乱，主天下大变。我将此事报告给大王，说霸星将要降生到楚宫。大王当时高兴得很呢，没想到生下来的却是你这个女娃娃。于是老夫被剜去了双眼，流放到了边关。难怪从小父王就叫我霸星。你也知道自己是霸星？什么霸星？我芈月就是普通女子，与那帝王之说毫无干系。天命不可违，无男女之分，非人力所能更改。若是逆天而行，必受其祸。必受其祸？你是说这么多年我们受苦受的还不够？你可知道我和我周围的人就因为这霸星之说而受牵连？老夫只是一介星象之士，根据星辰变化记录言说。就因为你的胡言乱语，害得我娘命运多舛，害得我跟我弟弟从小被人欺负。我们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要多事？为何要与我们过不去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好了好了，你走吧。你再不走，我要喊人了。晚了，走不了了。老伯，老伯。当年之事，责怪老夫。今日老夫算是用性命偿还你了。老伯，老伯，老伯，凡将此玉佩转交给女玉，就说故人在驿馆等候消息。好，夫人，您就尽管放心。有劳了，若能收到回复，另有重谢。夫人您太客气了，放心，我一定将您的话带到。不谢。哎，不谢不谢。天气不错，兄弟们辛苦了，辛苦。瞧瞧，这多少钱呢？好小子，发财了呀！发什么财呀？就这点小财，那算什么呀？你我都是兄弟，有财咱们加一块儿发。值完这班岗，你我一同去国相府领赏去。这好事儿。这位米夫人真是出手阔绰，金银玉石源源不断，也怪秦国会后过于厚道，
居然能够让他们带这么多钱财上路。听秦国的杜将军说，是他们离开咸阳的时候，有人奉送的。到燕国来做质子，一路就有兵马护送，又有人奉上珠宝，这是何意啊？向我们燕国示威？这也太没有规矩了！既然是来做质子，就该夹起尾巴做人，还想飞扬跋扈，真不知天高地厚。夫人说的甚是。你说他的好日子是不是该到头了？夫人说到头了，那就到头了，让他们尝尝苦日子。得秦王恩宠多年，喝蜜糖都不觉得甜了。这回我倒是要看看。在险台捣碎，护住伤口，便可逐渐痊愈。但是杀人蜂不同，它毒性极大，从来就没有对症的草药。要想治疗功大，只怕什么？大王恕罪，奴婢无能。李密，大王，朕眼下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，只能是先拔去毒子，再用拔罐吸出部分毒血。皂角水和藓苔也对毒性攻击有些延迟作用，但是要想治愈，恐怕就说没办法的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王后，您别着急，奴婢再想办法。公子大，公子大，奴婢该死！那你怎么去死啊？去死啊！王后，奴婢该死！大儿要是救不回来，你们都去死啊！王后，大王，大王，救救大儿啊！救救大儿啊！这园子里怎么突然会有杀人蜂了？回大王，老奴已派人查过了，在山坡下查到了一个杀人蜂的蜂巢，那地方离宫中养蜂之处很近，去的人很少，一直不被人留意。寡人知道那杀人蜂极其罕见，即使有，都是出没在深山老林处，怎么会在咸阳，特别是在宫里筑巢？为了采集王后的牙蜜，园子里放养了寻常的蜂子。据说杀人蜂专爱吃蜂蜜，可能是那里的蜂子引来了杀人蜂。幸亏继儿被魁姑护住，又羡慕他，子熙，感激他能够真心对你护着你，羡慕他能够为你做了一切，而我却不必说了。我这一世没有人会比你更懂于我而言也是一样。既然你这次来了，就不要走。我是楚臣，我是陪楚国之子来的。楚臣又如何？你比我更知晓楚国。如今楚国是一潭死水，居元被逐出郢都，老昭阳专横昏聩，郑袖和晋上一手遮天，太子恒的地位岌岌可危。你就算回到楚国，也无所作为，不如留下来，你来做我的右相。月儿，我若想留在秦国为官，何必要等到今日呢？那好，那就连太子恒也一起留下。楚王昏聩，郑袖一心想除掉太子恒，让自己的儿子夺楚。你们就算回到楚国，也未必能让子恒保住太子之位。楚尔在外而存，或许有朝一日，我可以支。若我有什么需求，先生定会帮忙。
夫人请坐。可不像你奴家，死吧！死我们呐，是因虚实而变。夫人，你叔父说你在宫中既无地位，又受人欺辱，那你想要我为你做点什么呢？我想要他们。你想让他们一个个都一起死去，你取而代之？真的？中行先生，你能做到？夫人好大的胃口啊！既然是谈生意，随便说说倒是可以，真要做，那夫人只能另起高明了。其实我也知道，在宫中我的位分最低，就算是死了王后，还有夫人；就算是死了夫人，还有2人美人8子，哪能轮得上我呀？那你又如何呢？我想让他们都变成疯狗，你咬我，我咬你，我在旁边看着痛快。这倒也不难，需要机会，说不定这机会很快就会来了。真的？中行先生，您快告诉我，到底是什么样的机会？夫人莫急，你先留心着，听我的招呼吧。啊？好。月儿，看什么呢？看得伤心难过的。这部书里写，香儿，我的貔貅可带在身上。太后的心爱之物，奴婢走哪儿都带在身上。太好了，红梅白雪，就差一句好约。把它给我。手都冻僵了，怎么吹啊？这貔貅不怕熟了，怕的是许久不出生疏了。太后这是在吹雏菊。知道我为何独爱楚仪，不仅因为那香饮，更因为它能让我警醒。楚国曾是屈指可数的强国，却渐渐没落。为什么？殷夫人的琴声至色呜咽，雅人听了是高山流水，俗人听了不过是对牛鼓簧罢了。我曾3番5次的派人请夫人到宫中相聚，都被夫人婉拒了。今日我只好亲自来了，从夫人的琴声中听出，夫人的身子果然不适，
这琴声忐忑，看来是心病。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喊门。会后突然光临我的寒舍，定不是来听我抚琴的吧？之前早想来看望夫人，可知道夫人喜欢肃静，才没能前来打搅。眼下我这大门明明是任人出入，还说什么打搅？听说先王在世时，常来向夫人讨教。今日我也有一事迷惑不解，还望夫人可以指点。讲，不知夫人是否听说，先王临终时曾留下一样东西？先王留下的东西，不都在会后的宫中吗？可这样东西